受到疫情影响，新德县有一间庇护工厂，对去年以来收入是减少3成。即阵啊，因希望讲用到当钓时的鱼仔来生一寡咸酸甜，帮助因渡过难关。甲腌了3档鱼仔翁仔拍开，连面就闻到香味。新德县关西这间庇护工厂受到疫情冲击，人客愈来愈少。餐厅去年到即马收入对每个月40几万，落到30万，比过去落尾3成。对我们影响蛮大的，因为我们除了餐厅以外，还有做烘焙的部分。那我们烘焙其实需要的就是到外面去义卖，可是因为疫情关系，我们有很多地方都不能去，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义卖的场合，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收入。为着要增加收入，员工利用4、5月是当钓时的紫苏梅啊，去邀请家属做伙参加 DIY 活动，希望社会大众会使支持，互因渡过难关。大家互相帮忙，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一些需要照顾的孩子啊。当我们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别人在照顾啊。我们县府其实有我们自己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平台，那我们会至少在我们府内会先加强推广，说，这边的产品到底有多特别，有多特殊。虽然讲疫情最近变较严，不过员工表示，若是社会各界愿意斗3工，一定会使渡过这个难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